年节啊，伫送礼，真侪人是会经出名的老店。不过，即阵高雄的老店不是地果，因的糕仔饼的礼盒煞是去互国内民众也出讲，也未过期就开始咧生糕。点解今仔日是回事咧？讲有可能是因为咧赶工，水分塑料无够大，才会安尼做。因内民众是会当去退钱，买当换其他商品。这卫生局嘛会照食安法对业者来处罚。用卫生纸包咧，这看起来真高级的糕仔，顶悬有几下所在拢生糕，有效的期限明明是到18，民众17拆开煞已经生糕啊。另外一个民众是收到同一款、同一个效期的礼盒，16、17拆来食的时阵嘛，发现几下粒拢生糕，民众发起伫网络海，有人回讲嘛拄着。开了好几颗，然后每颗都有。但前面已经吃了2、3个掉了，这样眼睛可能还是有看一下，但就是不确定外面没有，里面有没有，因为毕竟它可能是从里面长出来的。问题内面是挂礼盒的宣传海报，生糕的糕仔是高雄这间80多年的老店不离地果的过年限定礼盒，8粒要400块，过年进前都卖了了。业者19出面来回释咧，表示生糕的糕仔是同一个批号，这批差不多生产50到60盒，啥那生糕业者初判是水分无收好大。最后这一批在制作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量大，然后再做赶制。那我们的产品真的很简单的东西，红糖水加上糯米，那变成它只是在红糖水的收干的时候，没有收到它的一定的干的程度，那变成它产品的那个有效期限、保存期限就缩短了。老店的糕仔因为过年赶工出包，业者目前已经收到要20件申诉，想到会当换同款价值的商品，也是退钱。业者讲，若是有民众因为食到这生糕的产品，身体无爽快，因嘛愿意负责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过去稽查，照相关规范要求改善作业区半成品和粪扫桶的距离，嘛照是按法针对生糕的问题，罚因6万以上2亿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